台湾话赛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拍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赛把孔洞或缝隙堵起来。力用酒塔啦，把这罐酒塔起来。用酒瓶塞把这瓶酒塞起来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